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家。家就是为古早疙瘩真接看到一般人厝内饲的精细影，品种真济，脆短短，头壳有红色的鸡冠。加工的鸡冠较大粒，透早会甜，较无多肥。鸡卵也有鸡肉，拢会当食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鸡龟，本来是讲鸡食道，也有山龙小食的所在，会当底食的物件，落尾变做碰风臭蛋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就是鸡屎运，意思讲人运气真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鸡屎落土冒三寸烟，伊讲伊惊鸡屎运着头奖，原来拢是咧分鸡龟。另外，咱当讲到讲过去真侪词，俗谚语拢是和鸡有关系，可能是因为鸡较厚生炭。像讲这两天的新闻，讲到凤凰较鸡，台语嘛有一句话，讲到盐鸡趁凤飞，这个意思就是后来鸡碰过。今日小解这一字鸡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